say what? Say it again. You know where you are? You know who I am? 这么凶干什么呢，杨帅哥？No, stop, wait. 杨帅哥，他接着跟我说什么东西了？啊？怎么突然这么凶干什么了？啊？哎呦，我没有说他黑鬼呀，我说的是那个呀。哎呦，也发现一样的。哎呦，你杨帅哥，你赶紧跟他解释清楚了，我没有说他呀。Yeah, that 那个 that yeah no yeah good yeah you want to smoke? You want to smoke? 哎呦我的no wait 杨帅哥又怎么了啦？啊，我请他抽支烟，他这么凶干什么啦？我请他抽支烟呀smoke 冲突啊？怎么又变冲突的意思了 ？smoke 不是抽烟的意思吗？我没讲错。哦，俚语，哎呦，惨了，哎呦，搞嘞，这个英语真的搞的。好 ，OK，no smoke，哈哈 ，sorry，we go，哈哈，拜拜，哈。哎呦，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，真的。哦呦喂，搞得不得了，杨帅哥，我本身以为我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啊，英语会的，这个搞了半天，这个英语等于会了是没有会呀，对吧？这个他说这个意思，我说这个意思，搞得我们这个，哎呦，搞死了！哎呦，我以后不敢讲话了，真的，杨帅哥，以后还是你来说了。哦呦，我不敢乱讲话了，到时候黑哥们要请我吃伤我了。哈哈，哎呦，算了，回家。哎呦，吕雉回来啦！啊，上完课回来啦，吕帅哥，哎呦，哈哈，这个神气的，哎呦，这个晚上有课了啊？没课，跟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啊！好了，哎，我们这个沪苏一家亲自己人啊！抽烟了！哎呦，来，抽，来，黄叔给你点了，不要客气哦，自己人呀，都是自己人，在外面都是中国人，都是自己人啊！哎，你喜欢抽吗？我带了好几条这国内的烟，哎，真的这边买不到的，知道吧？那都留给你们了，你跟这个杨帅哥一起抽好了，没事的啊，你没事的。哎，好吧，哎呦，我跟你讲啊，吕雉啊，我们刚刚3个人差点在外面这个星光大道被人家黑人吃伤了。哦哟，搞了，等吃饭跟你说，哎，还有什么像样点的中国菜了？这个洛杉矶不是这个中国菜很多的吗？我们今天吃那个汉堡包，什么叫什么？杨帅哥，In-N-Out，哦哟，你们说好吃，我还没说来哪里好吃，然后吃那个什么中国快餐叫什么 Panda Express， 我靠，甜是甜的了，也都弄得不像。哎呦，这个中国城有了，哎呦，为的是弄卵子啊！哎，这个上海话是这样讲的，哎，对，卵子弄裸露呀，哎。那你带路好了，我请客，走吧，岔路，开路嘛是。哦呦，来呀，你看看这个中国城了，哎，真的都写中文了呢，再给我回国了，哈哈，哎呦，还是这种感觉灵啊，哎呦，我们还是得吃这种地方。哎呦，这个上海1号是吧？哎呦，没问题，上海菜我们也喜欢吃的，啊，上海菜跟我们苏帮菜差不多的，也行了，啊，走，哎呦，我等不及了，哎呦，0，哎来呀，想起来再给我介绍个，这是你写的这个国内一个东西，哎，这个感觉蛮灵的，哎，我宁可要吃这种嘛叫饭店呀，这个下午那种什么东西哦，真的，哎呦，那上海人是吧？哎呦，我受罪，我听得懂，哎，哦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中国人还得吃中国菜，我跟你讲，哎呦，看到你们这个菜单给我看看，哎呦，你们这个松鼠桂鱼还有了，哎呦，来一个，哎呦，红烧肉啊。哦呦，哎呦，都是这个，都是您的菜。哎呦，鳝糊，哎呦，我激动的热泪盈眶了，杨帅哥、吕帅哥。哦呦，吕帅哥，吕雉啊，你怎么不早点讲呢？有这种好地方，我早晓得中午就来吃了。哎呦，我再也不吃汉堡包了。哎呦，我天天来中国城。哈哈，来，这个喝点老酒，吕雉啊，喝点老酒的啊，嘿。哎，没事的，杨帅哥不喝，杨帅哥开车，我们3个喝啊。哎呦，哦呦，贵的，贵不是问题，我跟你讲，吕雉啊，小费了什么都不是问题，我跟你讲，黄叔叔给弄你，哈，有钱了，就怕不好吃啊，知道我们出来玩就吃得开心啊，这来，吕雉，杨帅哥来呀，我们一起走一个。